主持人好，你好，叶雄这招，听讲真厉害。主要就是甲我之前哥哥偷学的。嘿，贵州啃哥哥哟。对。你家偷学。古早人看了黑叫黑蛇，看了白叫白蛇。人讲长沙出名，台湾出大蛇，台湾讲就蛇，本事是插来骨啊，尾巴巴早，今天要抓来先甲夹出来来，夹。嘿，我的表演了。嘿，我得靠这招。还是讲要听英语，你今仔日有希望啊，有希望啊啦！好，谢谢。不是，顶礼拜贵国ken国讲你个外国人版本的，外国人的英文的。你若无创新的吼，我就这个胃头啃到尾。有些英语歹当。Only people see the white call the white snake, see the black call the black snake. People say Tangshan have terrible tiger, Taiwan have pointed snake, Taiwan 5 pointed snake, Galaxy snake, green snake, turtle flower, have 7 snake and umbrella snake. Can they quit to snake each other? Bye. 哎，等下，英语有过关，哈发，来。睇我拜年看到拜黑唔拍啥，看到不黑唔冇啥。有你讲唐山出老虎，台湾出脱啥，台湾唔脱啥，盘过啥，抢住时反身标，巴不啥接啥，根本你说这种跳啥耐胸熬，咬水乱死，咬，什么你按之谁？大家好，我是叶雄，今日要甲大家讲，伫餐厅内底，咱爱有礼貌，吼，礼貌是啥物呢？就是讲吼，你若交四大人食饭的时阵吼，第一点就是卖先动地。为什么呢？因为我顶届有经验啦，我交阮女朋友的爸母食饭，桌顶吼足侪菜哦，其中有红鲟。吼，我看到红鲟的时阵，足想要食，因为我足爱食红鲟的，我就先食红鲟。红鲟食了呢，佫无付钱，结果呢，我迄段感情就乌有去啊。佫有我上讨厌一件代志，就是食饭一直讲话。我有一个朋友叫做金蕉，面长迄个下海足长的，吼，迄个金蕉，伊足爱讲话。我有甲算过，伊一工差不多爱讲5万个字，吼，就足爱讲的。我有一届交伊食饭的时阵吼，伊就我一直讲，一直讲的，伊菜安尼哪食哪讲，结果伊的菜全部拢喷伫我的面头前，吼，我的面顶，所以讲，家我叫伊食饭的时阵，我拢毋免硬菜，我拢安尼。哦，这高丽菜才甜呢，哦，这猪肉才油呢，今朝你要啉汤啊，你等我去。哇，真正都痛苦的吼！佫有一件我感觉足重要的代志，就是因为我是一个艺人嘛，艺人呢，我佫足红的，表演嘛足好的。结果大家，唔是真的，我甲你讲，我食饭的时阵，大家莫讲歹话好无？莫。算个我甲你比赛像我讲了吼，我咧食饭的时阵，人拢叫我抬蛇，一直抬。我有一届我感觉足神啊！我讲我想要好食饭呢，为什么要叫我抬蛇？我朋友就讲好，今日你莫抬蛇，我知影你嘛无炸蛇，好无？安尼啦，你有看到无？桌顶呢有一箱乌猪，搁一箱白猪。你教我多抬猪，哇！来，古早人看到乌叫乌猪，看到白叫白猪，夹起来猪来相加，嘎！好，谢谢大家，我是阿雄。我嘛是讲抬蛇吼。哎呀，老师你好！我是罗国清。讲起着少年时，我甲我心爱的人约束伫咧12路口上会，迄年伊19岁。上车了，阮去加油站，95个加落排列的人真济。车驶去到八卦山，阮叫8粒肉丸食甲开心花。我甲讲，咱是7世夫妻。6000载来拍算无问题。迄当阵拄啊6点55分，天顶出明月，阮继续叫四神汤食3、4碗，无较加。我甲讲，咱是3生有幸，2人有4配。我绝对无爱第二个，伊嘛甲我讲一生只爱你一个。结果伊阁甲我问，讲你带我来到八卦山伫咧行，中华毋知倒位好耍阁好食。我讲今日喊得几时？咱金曲奖的作词家阿顺兄，阁有咱的小生唐美云来坐伫遮，我用7字4句连讲互你听。
讲优秀风景到彰化。铁路建设较完善，你甲看，彰化的铁路较完善哦。啊，若要佚佗往海岸，咱公路汽车就爱盘，山毋行要往海。第一，就爱河美甲线西；第二，风远福兴好所在。啊，若大城欢迎大家来。啊，搁有哦，彰化这个所在吼，实在真趣味，真好佚佗。彰化到底倒位都行有路，有山有海有平埔。实在要讲甲招云，无法度。啊，毋过秀水波盐烫客哦，还有一个江水路接入客路对无？有对无？啊，搁有彰化建设达位有梨林科学新园区，这是爱学老县政府最近才争取，因为有真侪先进的产业来投资，搁来咱讲转来火车，彰化搁来大站是园林庄，五路的人客圆圆转，实在讲，逐项物件来这买多10庄。园林过来是沿镇，这带腔口较特别，实在谈者乡亲都亲切，人口密集搁热烈。过来火车继续甲看，继续甲行。讲彰化的火车搁再走，搁剩10分钟，我再过表啊，看过台铁的时间表，我才讲的。搁剩10分钟，园林永靖就当坐去到社头。这带所在名声嘛是真正透，佚佗无想当咱兜。啊，社头倒位到？你敢知？社头卖啊真正好，啊若面卖就爱分厚补。讲起来，外销世界人学老，这款的产业别位无。过来彰化的车头搁研究。咱也通落车电中打麻油，啊嘛通离水四界去游赏，啊，搁有就爱搬车往溪州。讲来到这，拜托大家支持鼓励一个捧仔声，甲小弟赞声，多谢。大家好，我是叶欣美。今仔日唔是要广告，嘛唔是要搭嘴鼓，是要介绍你好物啊，互你的生活好甲无话讲。我自细汉伫咧彰化大汉，讲台语对我来讲，若亲像倒顶年柑，是轻轻松松啊。主持节目熬讲话，介绍好物嘛 OK， 所以等下有兴趣的观众朋友，做你大声大家欢来。嗨，对，嘿，虽然有较慢一寡，但是这个。tempo 是会使的吼，大声甲喊落，水靠，我就介意恁这种，因为恁遮尔热情，所以我第一项特别介绍阮本店的镇店之宝，上好的物件，先摕出来互恁看。就是我本人叶欣美，今年34岁，还未结婚，身高160公分，体重50公斤。平常时我无啥物歹习惯，但是这个时阵，若是无观众朋友抱声，我会做袂习惯。感谢各位。本人呢，银行的存款呢有938块，无负债，无欠债。大家上惊车贷、厝贷这种烦恼我拢无，因为我拢爱白买。刷来这项物件，敢若送无要卖，要甲大家交关做朋友。人讲天气热爱吃寒，看到美女。看到美女，会倒弹。看到美女，爱配烂，就爱亲烂。来，面头前这位小兄弟，拄则你拢无啥物讲话，我甲你请教一下吼，阮的主持人有水无？有水甲互你亲烂无？来，所以送你一张卫生纸，拄好互你吃寒兼亲烂。啊，既然要交关要做朋友，落地啊就要清出来，落地啊要清出来较有诚意，你知无？哦，拄好一张。哦，甲你换一张，你嘛无吃亏，1000块嘛无嫌济啦吼！感谢各位，感谢，贪财，好啦嘿！我真正感觉恁这节目吼足好的，连观众嘛足有水准的，来看表演，佮有炸现金，袂歹，祝贺你阖家平安，大赚钱，业绩好甲去同事赢啦！好，大家拢讲我是市场的机器猫，是啥？哆啦 A 梦，吼啊！为什么伊人杂种？拢来找我，因为我会对因伸出援手。大雄真是拿你没办法，替你无法度，所以第一项要来甲恁介绍阮的真巨流地裤。阮的地裤巨流好洗，佮袂大颗，因为你一直洗，一直落。一直洗，一直落，吼，互你哪洗哪运动吼。查某囡仔人洗阮的地裤，落骹芳芳，佮袂大颗，绿丽的查甫人绝对唔敢双手空空。查甫囝洗阮的地裤，唔管你是要做兵，互你愈扣愈有人缘，大家拢足介意的。朋友，赶紧去找，继续收看咱的脱脱秀台语，后一遍再见，谢谢，落来。
大家好，我是迄个烟头降仔搁前气秀的柯志豪许志豪。目前呢，我是一位电视节目主持人，嘛是一个出过6底唱片，也毋过无甲一条歌有红的歌手。可能你唔知吼，做这道进前，我是一个补习班的英语老师。英语。哦，袂记笑，你这款态度真正做无礼貌的，咱讲。我咧教册时间将近要10年啊吼。唔敢讲是桃李满天下呢，也毋过我教过的学生哦，若无千，嘛算几啊百啦。哦，是安那想要去做老师吼，因为我自细汉我就感觉讲，老师这个行业受人的尊重，社会地位非常的高。你若讲吼。老师讲的话都袂顺啊性质，有的时候咱老爸老母你讲的话，咱当做马里东风。不过老师若开嘴啊，迄是比皇帝的性质还佫较有路用啦吼。不过等下我家己若咧教册的时阵吼，我感觉已经时代无共款啦，是安怎？因为即摆人咧愈生愈少，若生愈少吼，囡仔伊就会愈少。这对老师来讲是一个真大的挑战，是安怎？因为咱教册的时阵吼，你若受过严格。学生就感觉压力受大，无爱来读册。你若受过轻松咧，家长就会感觉讲，你这老师真笨蛋哦，头壳拢空空。所以讲，做一个补习班的老师，那以我的感想来看，伊参加人哦，有一个共款的所在。这个所在就是讲哦，咱必须要想空想胖，伫咧台仔顶想一个步，要来去引咱台卡的学生来注意咱的表演。哦，恁即马目前为止应该还阁无相信我是英语老师吼。你时阵看袂出来哦。因为你也袂拉英语。啊，雨伞，雨伞啦。哦 ，umbrella。无啦，山东人像硬不来啦。安尼我证明一下，好不好？要安那互学生加深印象咧？譬如讲，我教头一字表演的英语叫做 perform， 对不对？要安那记？表演有的时阵为着要精彩，咱都要小可碰风嘛，对不？碰风 ，perform。来，对我念一下，碰风 ，perform。真好。第二个字咱要教的是啥？叫做无可能。无可能英语安怎讲 ？impossible， 做歹记的吼。安尼足简单的，你会记哩。恁爸拍死某，这是无可能的代志，所以对我念哦，恁爸拍死某 ，impossible。来，恁爸拍死某 ，impossible。这就是我伫个补习班讨谈的步数。虽然我即摆就无伫个教育界咧服务，不过伫演艺界，希望大家你若有介意我的表演，会当支持我的节目，甲我的新手片。感谢你，谢谢。高难难，大家好。你知阮这台是讲台语的呢？我哪唔知。少伟哥，伊讲台语嘛是真认真。拜托诶，我踮咧厝诶拢讲台语的呢。有影，真正诶啦。因为我碰到你的时阵拢讲国语嘛。对啊。结果你台语有哪真厉害？啊，当然啦。你倒位的人？你唔是人？我台北人。哦，台北人嘛是有咧讲台语的，对啊。但是上重要是吼，你即马讲台语吼，你有较侪所在会晓趁钱啊。为个？安怎？你搁欠偌济？好，即马欠足济。迄戏搬了无代志做啊。无代志做。对。啊，只好来遮骗钱。莫安尼讲啦。大家好，我先自我介绍，我叫王孝伟，我吼，无够大声，搁较大声的。我吼足介意做外景的节目，我甘愿踮咧外口晒日头吼，嘛无爱咧内底吹冷气。所以吼，足侪人讲我孝伟啊吼，笑笑。我会记得我有一届去泰国啦吼，我有一个朋友吼，人真好，惊我水土袂下吼，逐工就叫我去食餐厅啦。啊，毋过我转去饭店的时阵哦，看迄边啊，迄路边摊哦，迄生意实在有够好的啦。迄排队排偌长的呢，迄毋若是讲吼来遮佚佗的踮咧遐食，连迄在地泰国人哦，嘛拢踮咧遐食。我就甲阮朋友讲吼，互我食路边摊啊。啊，阮朋友讲袂用的啦，迄环境吼无清气。啊，搁再讲迄香料吼，你可能食袂惯势。我讲我是啥？王大胆呢，饲一个啦。好食甲口出来啦，真正有够好食。啊，毋过吼，这好食吼是爱付出代价啦。你敢知影？铁拍的身体吼，袂甘的
3工的啊，哎，足足3工啊，绕到我是2骹，你知无？人去泰国算是3碗猪脚，啊，我去泰国算是3工2骹。啊，阮朋友就讲吼，啊，就甲你讲吼，遐吼无清气啦。我甲阮朋友讲吼，我遮是绕甲真清气。啊，阮朋友讲吼，你安尼绕吼，嘛毋是办法，叫我去挂大档。啊，我去挂号的时阵吼，奇怪哦，吊大档啊！你吊大档的啦。阮朋友叫我去吊大档伊啦。两种怎啊夹做伙讲啦？是是是，两个夹起来讲。迄个吊大档，毋是挂大档啦。吊大档啦！啊，因为奇怪吼，我去挂号的时阵哦，啊，遐个人讲叫我困醒才来，我讲 no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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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no， 我已经闹到无法度困啊，我即马就要来。伊甲我赶出去呢，无爱我挂号呢。后来我去问，我才知影吼，困醒才来吼是太文啦，迄意思是讲哦，你叫什么名啦？啊，我叫遐 no no no， 无怪人无爱我挂号。啊，所以吼，我讲18秒，18秒。我讲我的生活吼，我的生活吼，真正是真趣味啦。啊吼，人生就要勇敢吼，才会讲精彩。啊，什么代志拢会使试哦，加一项代志我唔敢试啦，就是婚姻啦。因为吼，唔免试嘛，知影足危险的啦，随时拢会闹出人命啦。时间到，哎呦，最后1秒啦。啊，你这个咧现实的，有限时的2分钟。哎，感谢小伟的表演啦。那阵讲到这个教囡仔吼，即摆是愈来愈困难啊啦。我会记吼，咱细汉的时阵吼，爸母咧讲啥，拢嘛讲天，咱都唔敢讲地。吼，伊若准讲东，咱都唔敢讲西。啊吼，啊若准啥物代志，爸母无欢喜，迄手册啊，就甲你伸过来。啊吼，教囝无师傅，册啊讲咧就有。啊，即摆毋是啦。只要讲，就爱爱的教育，吼，袂当拍，袂当骂，有代志就爱好好啊讲，温温啊讲，豆豆啊讲，讲到一支长长啦讲。阮兜的囡仔，因咧幼稚园啊，讲要带因去动物园佚佗，吼，转来偌欢喜咧哦。透早啦，险啊叫袂精神啦，我抓紧甲检查伊的册包啊，这卫生纸吼，帽啊啦，吼，雨衫，地果咧。地果唔免摘，是安怎地果唔免摘？地果重酷酷唔免摘，你会喙焦？我袂喙焦啦！我讲你一定会喙焦，我一定袂喙焦啦！你点点？妈妈要掠讲啊哦！我甲你讲，我是你妈妈，吼！我食过的盐比你食过的米较多，你知无？伊甲我应讲，妈妈，你是安怎要食遐济盐？真紧的分去，较紧的时间袂赴啊！囡仔带咧地果赶咧，紧来找老师。老师啊，歹势啊，拜托你，这个地果吼，我寄你啦，我会甲交代。伊若准喙焦，才叫伊来找老师啉茶啦。哈，下昼转来，我赶紧的，紧甲检查，地果起来，哈，空。第二天我去甲老师斗，我讲老师啊，你敢知影这个囡仔翻笔吧，足歹教，哈，昨啊叫伊炸地果，伊唔肯炸。啊吼，地果大口口啉甲一滴水都无。老师怎讲？妈妈歹势啦，伊迄地果的水是我啉去的啦。你看这个囡仔有够倒的啦！哎呦，赞！感谢连记的表演，谢谢。来，欢迎。大家好，我是阿海啊，我为高雄来讲翠花，互大家听。等者，恁若是要笑出来，我着转去高雄。啊，无要安怎？我伫高雄已经做戏剧做3、4档啊，因为恁的反应我就知影。我就是安尼，人无红，裤底啊空，现场拢人。恁若是感觉都有塞车，就带我来去表演，马上问题就解决啦。有一届，总算有一个阿伯坐伫咧遐，我问伊讲：阿伯，你是为虾米会看阮练翠花？阿伯讲：啥物练翠花？我行去卡麻去坐伫咧遮尔。反正我第一档咧做的时阵，我压力真正有够大，我会当困到一半呢，哇！啊，阮女朋友就比啊讲，你是安怎？你是安怎？我讲无啦，我是讲我做袂起来，人无红，又搁无钱，送那要贵拖去，伊就甲我安答。
无啦，无代志啦，无代志啦，啊，迄毋是梦，是真诶，紧困。我听一个昏去，你知无？唉，我常常咧想讲，到底为什么观众朋友无要来看阮练喙花，是无好笑，还是无好看？结果我发现到是有愈好看的物件，就是艋舺，而且讲是台语的艋舺，推荐大家一定要去看台语的艋舺。即嘛叫做哆啦 A 梦，以前叫做小叮当，真无道理，真无正直正确，伊是安尼演的。小叮当，你紧甲我斗相共啦，我搁互人欺负我啦！哎，你一个查甫囡仔，哭，规工干来遐哭尔，有够无落因呢？当，伫餐下，咚。小叮当，你是要带我来去报仇是毋？无啦，带你来去看《狮子康洗身躯》，有够赞！伊早真正有够赞，各位朋友。但是佫有一个愈好看的，叫做《中华一级棒》。伊是一个主角叫做提起总破西小当家的人，啊，因咧做菜，水饺会飞，包仔会笑，迄菜芳起来会发光，噔，啊，食这饭食甲会青咩？你敢知？啊，上好看的是伊甲一个叫雷文的人会比赛，啊，小当家先做好，因迄裁判食了以后，为伊的头壳内底啊走出几啊个美女，唱，好食。我唔知迄菜是安怎做的，但是我药内底应该有掺海头丸啊。后来哇，雷文啊，裁判讲哦，那一个串冰食了以后，问讲雷文，你做的这到底是啥？雷文徛出来，沙西米。多谢大家。哦吼！拄只阿海啊，你表演现场笑了上大声是这样子啊？像义姐，你是来看人录影还是来比赛？就好笑诶！就好笑，这好笑这袂记啊。